庆新春迎兔年，由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集团主办，海外粤剧联盟、纽约精英民族乐团和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 New York Golden Eagle Senior Corp 独家冠名，上海粤剧院授权演出的2023第3届国风戏彩新年新春音乐会将定于2023年1月7日在美国纽约隆重举行。今年纽约精英民族乐团和来自美国海外粤剧联盟的戏曲名家，既保持专业性，又尊重不同音乐品味，不断推陈出新，注入新的姿态和意义。Made in USA 以美国出品、高品质、高水准的口碑，成为海外观众最具吸引力的迎新选择之一。数十多年来，他们培养诞生了大批优秀的演奏家、理论家、作曲家，老一辈的明眼人为中国东方戏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表演不仅延续了以往欢快愉悦的曲目，还带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热闹名曲和传统戏曲。让我们步入殿堂，在悦耳的天籁之音中迎来新的一年。这场新年新春音乐会将由粤剧海外王派传承人邬素飞任总导演，在纽约带来具有中国悠久传统的戏曲音乐作品以及其他一些精彩国乐和戏曲。海外粤剧联盟自成立以来，积极推动粤剧表演艺术，并成功举办了几十场戏曲音乐会，成功创造了在海外传承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巅峰。今年将是他第3度任国风戏彩新年新春音乐会总导演。此盛会将在全球同步直播，届时将有数以100万的观众共同在悠扬戏曲和国乐声中迎来崭新的一年。从1月7日下午1时起进行全球同步直播。2023第3届国风戏彩新年新春音乐会采取全程线上同步直播方式进行，由美中音协直播平台梅拉诺 YouTube 独家频道进行，美国中文电视、美国中文电视网全程录播强势支持，爱奇艺签约伙伴腾讯视频播放平台和哔哩哔哩播出平台进行。通过微信、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与广大观众零距离见面，为全球观众带来一道精神文化的饕餮盛宴。线上传音进一步拉近了人们思念的距离，雅韵有情，浓浓满满的是愉悦、温暖和感动。音乐会的直播进一步擦亮了在海外传承传播中华戏曲文化品牌，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拉开了2023年元旦春节系列文化艺术活动的帷幕。我们的联系电话929-522-6978 626-375-4799。